相相对对，没有咱大家啦。万年富贵啊哈！来邀请到咱的主人新北市哈，咱的何嘉玲小姐跟咱的萧胜章大哥，跟咱带这首合唱的歌曲《人生一转眼》，人生一转眼，来听歌泡泡啊，最欢迎，共同来欣赏，来观众，掌声欢迎！还有美丽华家族、五个大家族，兄弟姐妹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相依依，心回到从前，你送我的想念，仍挂在胸前，做我当作最美的人间。我存一个人，我心千万千。我的感情怎变成可怜？一人孤独，春夏秋冬天。一路繁华变，情爱犹原心牵连。谁人的情多大夜，将着烟花做雾。时光匆匆一转眼，听我想过千万年。谁的云眉是暂停，相见当作见面。我哪会当再相逢，再相约？你我又能够再相见，再续约。我愿岁月化红颜，我俩素颜陪伴，人生一转眼。谢谢，在这里特别感谢慧文姐姐陪我一天，帮我化妆的美女们，感恩了。还有丽华姐，谢谢你们，还有这些姐姐们，感谢你们。云会像天边，心回到从前，你送我的想念，仍挂在胸前，做我当作最美的人间。我存一个人，我心千万千。你予我的感情怎变成可怜？困人孤独，春夏秋冬天。日出日落繁华变，情爱犹原心牵连。谁人的情多大夜，将着烟花做雾夜。时光匆匆一转眼，听我想过千万年。谁的云眉轻再见，相见当作见面。我哪会当再相逢，再相约？你我又能够再相见，再续约。我你得怎改变？我愿岁月化红颜，我让思念陪伴，人生一转眼。日出日落
心牵连，谁人为情孤单夜，将着烟花做赴夜。时光匆匆一转眼，经过这多情年，谁的眼泪相见，相见当初千年。我哪会当再相逢，再相恋？你我若能够再相见，再续约。我愿无论天地怎改变，我愿岁月化红颜，我让思念陪伴人生一转眼。谢谢。谢谢大家。掌声鼓励。人生一转眼，人生一转眼，真正咧一转眼来了后呢，两个拄讲咧，着签王啦，着签王，我欢喜咧吼，着签王足欢喜的，对不对？敢若去庙寺拜拜，着签王足欢喜的。一转眼来咱天龙大舞台，你来偌久咯？很久了，很多年啊。对，迄边出到这边上少10年左右，是我来7、8年有啦。 7、8年有啦，吼是，等下加了已经差不多7、8年啊，是安尼迄边唱无几年就过来啊，对啦。来几摆就来这。就啊，对了，所以讲呢，应该等下加已经是差不多7、8年啊，对啊，吼，一转眼，天龙大舞台安尼来徛7、8年啊，7、8年啊，哈，谢谢啦，安当我唱到非常，这首歌哈，我都认真的给你听。原来这首是那个国台。那个谢义娟，他们夫妻2个人唱的。哦，是对。现在听他出来说，你台语会晓讲不？台语啊，我说话一样哈。不会说。哦，这首歌很适合你们，然后注意要听。哎呦，是国语跟台语的哈。对，他唱台语，国台语的哈。那个本歌就好势，不怪一类上，那两个没讲唱，你要不要跟他讲说这句是台语的？对，这很顺啊，这很顺哈。以前开始在国台时，那个下节国台，给人唱歌唱到袂记哩。对啊，是啊哈。来，那么当讲呢，未来新的一年，来给咱全国好朋友呢，来个祝福一个，那么也跟大家问个好。那个全国的观众啊，还有现场的好朋友，还有5个大家族，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哦。新的一年有新的希望，希望大家是大家平安上重要。真正，新年有新希望哈。是啊，对来，那么我就祝全国人民幸福安康。是幸福安康哦，真的，现在就是幸福平安最重要，对不对哈？谢谢，我们再次给他掌声的鼓励，谢谢。